住宅租賃辦公室引言：歡迎來到住宅租賃辦公室，或簡稱 ORT。你在薩斯克切省租公寓或者房子嗎？你擁有該省住宅物業嘅業主嗎？如果是，你應該熟悉 ORT。ORT 是一間獨立於政府嘅機構，向公眾提供有關業主同租戶嘅權利同責任。ORT 協助規管住宅租賃，協助租戶及業主在租約前、期間及之後獲得權利。2006年，住宅租賃法賦予租戶安全同可以居住嘅房子，同時令業主能夠開展業務並保護其投資。該法適屬用於薩斯克切省嘅任何住宅物業同大部分客房安排，亦包括客房提供住宿同膳食嘅獨立生活設施，例如為年老人提供住宿同膳食服務。雖然大多數租約都受到該法嘅保障，不過亦有例外。例外情況包括大學宿舍或者個人護理院等物業。該法都不適用於旅館同其他度假房子，除非一個人喺嗰度住超過6個月。你可以通過網站揾到唔適用嘅完整列表。作為我們為薩斯克切省人民服務嘅一份子， ORT 有2個辦事處，一個在里格納，一個在薩斯加通，以及一個免費電話服務中心，為業主同租戶喺省內任何提供地方信息。我們免費電話服務中心每週7日，每日24小時提供記錄信息。你可以用免費電話服務聯絡我們嘅客戶服務團隊成員。我們希望租賃期間發生嘅大多數問題都可以喺業主同租戶之間直接解決，但工作人員可以幫助解決糾紛。如果業主同租戶唔能夠達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以向 ORT 申請聽證。雙方可以出席聽證會，並將證據交給聽證官員。聽證官員可以作出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嘅執行決定。聽證會可以在里格納同薩斯加通嘅辦事處以及該省多個地方舉行。ORT 係薩斯克切省人民公共資源，無論你係業主定係租戶，我們都會提供幫助。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saskatchewan.ca/ort。多謝。